就是要来看嘛，咱台湾的囡仔台语有偌厉害。来，什么队？名甲报起来。好，小朋友大声讲出咱是什么队？我是青红阿秀那队。好，自我介绍你是。我是涂娇琴，我是苏千玲，我是刘伟轩，我是杨정安。哇，这有惊喜呢！有气势的是哦。哦，四位小朋友台语拢足好的哦，你哪注意啊？好，阮注意，我甲恁讲，咱今日来到新店，非常有名的科学游乐园。好，第一这关卡无遐简单，我设计3关，看你通啊伫个内面钓到几题，就通啊摕到相对应的金箍箍。听好哦，2个金箍箍，通啊换一支锁匙。你若是摕到愈侪锁匙，你就愈有机会甲保守拍开，摕到宝藏。一定要摕到宝藏啊！看起来因囝信心十足，准哎备好未？好啊！来哦，准备接触，进来教。行行袂着顶，队员一人抽一题，对出赛场关键出落来过程中，爱讲出答案，全部答案加起来闹到12条，2个金箍箍就拢互你摕走。探险队，好打你就来！大个歌幕啦！对，这歌是正常的，因为咱伫初赛场。好，互我来介绍一下。咱这室内初赛场哦，其实咱的色是人造色。哎呦，啊是安怎人造色的？伊是甲水用机器，甲水化作水雾。啊，另外用compressor喷出分子较细的气体。啊，这气体哦，伊会吸收四周围的力量。啊，再来咧，伊这个水雾，伊若是接触到低温，伊就会变做色。变成水你知影无？水哦。除了这个室内人造色，恁敢捌看过真的色？有。哦哟，什么人有？哇，你有啊？啊，伫倒位看到？韩国。韩国哦，啊，韩国敢有比较较冷？有。有哦，啊，你捌算过无？无。有无算过色？安尼你是毋是想要代表第一个出来算？啊，你第一个，好啦，我第一个我第一个好好好。你就是第一个，请就位，请。好好，山顶的小朋友准备好未？准备好啊！准备好啊！好来哦，准备抽题目哦。来，你抽，换你抽。哦，你抽啊，你抽啊。你抽啊！哦，加油加油啊！命呢？我抽了第3。一个题目是车公村破白会有的镜头。哦。哎，这简单简单。准备好啊！开始！好，超赢！速度真紧的，真美嘞！你讲几个啊？哎呀，好都来啊！一口菜。不得了，你要紧哦。你看来，好厉害嘞！枪就紧的呀。这速度算起来真快，不行。足紧的。啊，你有惊到无？啊无哦，拜托不用去哦我是有看过西人，哪会惊哎到无？是第一位第一位你画出来迄3项是啥？听不上真做。超型，超甜。对啦，好车甲水节啦。哎，安尼来考一下其他小朋友。迄个破冰还有啥物镜头？花香，酷啥拍下去？哎，花香，快修，老鼻水，哎呀，流鼻水，我感觉哦，烧香一定有诶。咱若是搁第一只就会流鼻水。安尼第二。来，后一位，觉得蛮好。来，到底是啥？会抽到啥物咧？啊！车公村咱人有啥物情书？哦，金属，加油啊！加油！哈哈。开始！很秀强啊嘛！阿弥陀佛啦！等下，应该我比你有啦，你从只有讲5个、5、6个呢，真厉害啊！本来我想讲看过你2哎，篇姐哦，有听到来，你不是我没画出来吧？不是吼，哎，是真正有读念出来。来，你哎豆豆一个念，别再头加起你哦。来，第一个。欢喜艰苦受气，安心用心。哎，安心用心，金属金啊！属敢若我就安心呢。用心一定绝对唔是，对对。用心是一种迄个你拍拼、你努力的一个过程。哦，
安心应该无算哦。因对，为这个情绪，伊通啊会足安心的，通啊去做其他的代志，嗯，就是心情真稳定。好，哦，安心竟然想会出来，真厉害，甲拍波仔一个啦。啊，其他小朋友，你感觉有啥物款的情绪？心痛，心痛。哎呦，你有啥物心痛啊？代志哦，伤心，伤伤心心，来，伤心是诶，袂歹，头前第一个题目嘿，有3题。三题，啊，这个。第二位有4题，总共7题啊啦，厉害厉害！好后一位小朋友，什么人？好，加油啦！千年，你感觉恁同学会当摕几分？ 4分，是，甲伊共款你既咧。然对于这很有信心，我嘛相信恁朋友会台语赢的。能力有遮好，嗯，有哦。 4分加1个5分，哎呦，哦啊，你就请你抽牌哦。这个吗？好，来好我。第3题题目是，请讲出有法的这个字有法的哎你，呦，哇，会发这字。发足济啦。花心花在花因讲就赶快嘞，我是发啥发啥发啥。来，你头先有讲什么甲法有关系的第一个事？是花心，花心花心，发生哦，发生，啊个发生啊，花饼，发生发明发明，花财，发财花销，发烧。是诶，哎，伊无讲就共款，伊是不是讲就共款的，还是无？无啊，无，你都无讲就共款的啊。你无哇，厉害啊！其他同学感觉有甲法有关系的事无？会沙薄化，爆发！哇，为什么爆发竟然讲得出赞来？呢，厉害，还有无？花痕，发现，真厉害，真地地哦！啊，你加起来几题？7题，搁加4题，啊，你11题啊！搁差一题。你爱加油，咱唔爱加油，第二步爱较加油者。好，好，来后一位，抽题目。好，你抽题目啊啦！请讲出亲情甲亲人的称号。亲情。阿爸、阿母、小弟、小妹、阿姊、姑公，哎呦，哇，等下，苦工等下，苦工等下，苦工等下，七年啊，你讲讲7题，苦工等下。苦讲哪只搞？苦讲。真呢，来，咱做伙来看卖一下，你头前念足济亲情甲亲人的称呼，到底你讲啥？你给我讲一解。阿爸、阿母、小弟、小妹、阿姊、姑公，姑公， 6个啊，啊，个阿姑对不对？阿姑是无？上尾伊个，你要搞正经个阿姑。对了，找出阿姑出来。哇，真厉害！你个有什么称呼？想看嘛？金伯、金宝、阿祖、阿进、阿祖、阿祖、阿祖对。阿姐，头前安尼几题？7题，佮加上头前的11题，哎，有过关啦！ 18题，我再先吹一下，哎呀！哎，过关啦！ local 的小朋友真介厉害呢。哎，足强啊！过关啊！过关，然后当出去啊，有足无关。无通我出去的。啊，哎，真两三四蹦拢出来啊！出来你顺便去你表演一下。哇！你敢有需要去表演一下？是不是？小朋友，咱队长是不是要去你？有时间看伊去你无？啊，第6加油！我跟你讲，我等者8题给你看。 8题啊，8题啊！卖叽叽叫，快记起哦！耶，欢迎咱的咪咪队长。队长，啊，你准备好未？阿未，队长还未准备好，叫伊登去啊！这快较紧的啦！请讲出红色的食物。是哦，是我食的哦，是不咯？队长，再会哦！1、2、3，安下是不啦？什么？什么？安下！阿姨，安下是不啦？这位阿姨，阿姨，等哎，你下，要紧吗？阿姨，阿姨，你敢有要紧？等下，我跟你。你可能需要急阿姨救啊！，有没有？阿姨，你我走吧。你看这里，你看，阿姨啊，哇！他刚刚一路安静的，你看，你头先有啊，你有啊？啊，别来啊！我讲食物，你讲去啊啦，目屎拢要顶落来啊！红色的来替因讲者，红菇粿、红菇粿水，有无？糕、红豆、鸡龟、西瓜、红豆粿。泡花姐真厉害。
好啦，你嘛辛苦你啊啦。啊，想袂到哦，第一关互伊摕18块，通啊摕2个金箍箍，来。对啦，哎呀，来2个金箍箍你。啊，想袂到第一关就互因摕2个金箍箍。来哦，后一关准备接触，引来噶。轻声细碎，这样设施有4块圆片仔，利用声波直线放送的原理，听公式圆片仔的人才听有对方的声。头起先，一位队员先讲题目，听到的队员形容予做答的人摇。第5题就有2个金箍箍，若想大脑孔，会予阮船员手搭去哦。来哦，第2关，我来介绍一下。好，咱生活中的声音哦，是透过空气来传送。你看到头前后壁有足大块的圆片仔无？是。咱就透过这圆片仔，甲咱的声音做一个反射。咱的集中去一个所在，互声音袂散去，佫通啊传愈远。啊，徛伫共一个直线的人，就通啊清清楚楚听到对方咧讲啥。安尼有了解无？有啊，我非常有科学家的精神哦。就讲的东西。就我讲的哦，对，就是这个原理。嘿。啊，请问者，一开始的一开场，你就讲你是啥物新丰红树拿队，这是为什么号这个名咧？啊，因为阮新丰红树林买当号做是龙鸟饭坑，这嘛是北台湾地区唯一最美啦甲海角东透人的红树林，而且是台湾唯一有去看水报道的生态保护区。哇，真专业！海加东甲水笔啊，合作伙的所在，唯一的。生态保护区。真水，连讲咱较来去遐佚佗一下。好来哦，要来甲恁考验哦，请就位。来哦，3分半的时间，引来卡。明星白大虾，你是有听到无？白大虾，听无哟？一种工课，啊2个字，啊甲白人看白。老师，唔是哦，老师，唔是哦。嘉欣，这里医生，对，医生，咱就是第啊啦！哎呦，叫安尼摇嘛摇对。来，好，来开箱。小玉，好，来。白大虾，你耳仔无拍开？通常是一句话啊，伊有一个意思，这题较困难哦。一个会通讲的物件。该当 pass。会使 pass 来，这个是我想要困难啊。你要 pass，你厉害哦！我要呢，我听到关键。来后一题，大炮，叫一遍啦。好，来。哎呦，有听到哦。有2个字，啊，你大间爱看的。大炮，这里大炮，啊，忘掉，搞破，来哟。我是讲传播呢，是不是传播？是个搞破，搞破。屁事。时间要注意哦。阮下课会送的，3个字会走。讲到你，讲到走啊！哎呦，到底是什么物件咧？迄是2个字啊，有卡的。飞机这个太巧。飞机这么不是伊无看啊？有卡的啊，有卡的哦。细细内底肉细细的，剩10秒。会当煮米色汤。这个是不是，5、4、有卡嘞。2、我知， 1、我3，知，起码不是有。看的呢。啊内底的。时间到，时间到。给你一个机会，有卡的，啊肉内底肉细细啊，通啊煮汤，2个字。我知。猪鼻色汤。哈哈，对啦，啦，啊，好，来，敢若唔知对几题，咱做伙出来复习一下。来，敢若俗语就好啊，俗语名仔讲互对方听。一句话会上是古人讲的，古人古早人咧讲古的，早人讲的。哎，这有意思哦。阿公阿妈是不是最爱讲俗语的？阿公阿妈最爱讲的。阿公阿妈，对哦。恁差一点仔就摇出来啊！好，咱后一个咱搁来复习一下。哎，走小掠，
几粒人？系啊，几粒人？你啊，你也嘛讲着，几粒人？啊，不，你后袂使。吹红灯，哦，一个人去爱，另外一个人去一种游戏。甲伊切出来。该张出来，吹出来，甲伊甲伊吹出来，该吹出来。哦，猜出来哦警察了插头。对对，三题，通啊摕一个金扣扣，一个尔，一个。来，一个金扣扣。秀起来啊！我动力来哦，这是袂晓行李。好啦，即摆第二关啊，看起来安尼几是金扣扣？三个。我秀起来啊！算这关有秀起来啦，来哦，上尾一关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噶。台语 Oh my God！咖喱啊水车驾的时水有动力，保持你的脚，会顺利啊讲哪西哪北悬。10秒内一个人先作答，看题目造句愈紧讲煞，老互队员加水车的时间就愈济。7题以内，脚仔若倒水，就会当摕到2个金箍箍。恁就豆豆啊来，因为恁的失败就是我上大的快乐啦！来哦，来到这关，这个设施真趣味哦。是，听讲这个设施是阿基米特设计，恁朋友。嘿，是阮朋友。我甲你讲啊，伊就是观察哦，迄个海狸仔的结构，得到 idea。伊设计一个光狸仔形的机关，用手就通啊架的水车，你就通啊轻轻松松，家己较低的水，互伊爬去较悬的所在，就是安尼架。这么神奇。对，有厉害哦！题目就伫遮哦。好，准备好未？来，先就位，第一位先就位，你爱先负责架。等下哦。准备接招，准备架，来，对吧？来第一题，洗有金色。来做句。我洗身躯的时阵会用洗浴巾甲洗发精，洗浴巾发精，精精。啊，时间过你讲啊！啊，后一位拍对，后一位去后边，去后边。所以时间爱把握。来，准备好买第二题。我早起时会去便所去去。准备好买第二题。我早起时会去便所去路边唱歌，用 MC 啊？啊，拍对后一位。时间不够啊！来这来这来这。来， 10秒的时间其实足短的哦。来，有真侪题目。我功课敢若写10块尔，10分钟尔。哦，对，哇，够7秒的时间。来，准备开始。 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哇，时间到。够，来，后一位。好，几位。哎呦，水倒了出来，叫准神哦。第二题目。我食饭，我今仔食豆包甲火鸡王。哦，对。来哦，6秒时间，准备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加油6，时间到。时间够，来，来，后一位。几位。来，题目请看。今仔日其实是我的生日，哎呦， 9秒。哇，9秒，紧嘞！来，开始。加油！ 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好，来，题目请。我用弹珠金啊擦金甲。对。好，来，剩3秒，准备开始。1、2、3，时间到。哎，出来了！哇，6题。哦，摕到2个金箍箍呢。想袂到安尼速度真紧的，虽然头先哦有淡薄客气，对，有淡薄紧张。淡薄紧张。好，咱来复习一下。恁头先无讲到的题目，咱来看卖啊。要复习这是啥物题目咧？马桶甲 NG。啥物人要试看卖啊？是？哎呦，大家来，拢想袂。我无说你甲我的 NG 落伫马桶内底。哎呦，袂歹。你袂使讲我坐伫个马桶，哪无 NG？哎哦。呦，佮要复习倒一题，来，搁来是指甲。甲弹纸巾仔。来。我用弹珠金啊刺指甲。哦，对，指甲是用切的，是用擦的。因为擦是咱的涂指甲油，增加油啊增加油还是用？还是用擦的。擦的。咱用弹纸巾仔，甲伊切落清气。切清气。哎，好啊，声吹落。真好哟。哇，
因仔咧落地就对啊啦，有啊，表示讲伊通啊摕2个金箍箍来啊，一个无收掉的，哼，你客气啦，你头前甲我感谢的哦，来2个金箍箍，哇，这当的呢！哇，2支锁匙跟摕到宝藏咧，来哟，赢来卡。为了摕宝藏哦，幸福红手拿，我跟你讲。宝箱的锁匙就伫我的手头，来金箍箍摕出来哦！来，几个？几个算起来？恭喜5个金扣扣，安尼是几把锁匙2支。 ？2支哦。来，到底是倒一支锁匙咧？你要先选倒一支？第一个， 1号， 1号，个？确定？快点，确定？其他人无意见哦。无，谁要代表开？哇，好来，好，一号的，你呢？我讲请开才会使开哦。你有信心无？有影，哈哈，咁可能第一支锁匙就互恁着。那有这简单，来，请开。加油加油加油！是不是这个1号的锁匙呢？内底到底是不是便当呢？哇！开开啊！哇！来，想袂到，第一支锁匙就叫人开开啊！大家你幸运。到底是啥物物件啦？谁叫人丢掉啊？来啊！是啥？对小米包中，抓棒啊！哇！颁奖！哇！高级啦！你高级！来，拿起来，安起来你。哇，赞呢！恁敢会晓算？没有，有算过无？有呀，啊，敢若你无算过，啊，你其他3个同学通甲伊教，我你话笑甲呢。表示摕到这个宝藏非常的欢喜啦。啊，你今仔日安尼参与落来，心情啥款？大家人小可分享者。有一寡紧张，嘿，都有一寡欢喜，佮敢若一寡尔，欢喜尔。就电话。啊，足侪欢喜的，真好。来你咧，嘛赶快就是就紧张，嘿，因为第一届来，第一届来就紧张。就紧张。啊，不过参与来真好算吼。好胜6届的吼，非常的投入这个游戏的过程啦。啊，你咧，就好胜呢，真好算的啊，真好。上安你咧，一开始就紧张，即马就欢喜。真欢喜，啊，规个食放松啊，宝藏嘛拢叫人摕。对啊，哎，这厉害嘞，台语拢就好的啊！够搞的啦，继续讲台语好唔好？好。恁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到底讲台语。真高，幸福红手拿，真正是无简单啊。